仲有幾日咧，就到2月29號購買舊年2023年度 RRSP 註冊退休儲蓄計劃嘅最後期限。咁但係面對市面眾多嘅投資工具，包括咗 TFSA 啊、投資市場波動以及高息高通脹嘅環境之下，咁 RRSP 係咪仍然值得選擇嘅投資項目呢？而過去2年唔少嘅新移民，包括咗回流人士，甚至係 Stream A、Stream B 嘅香港人，佢哋係咪都可以購買 RRSP？同埋購買嘅時候又要注意啲乜嘢呢？今日好高興咧，請到註冊理財策劃師戴曉聰咧，同我哋傾下㗎。係啊，歡迎你 David， 你好。誒你好 Kenny。係，唔該晒你先。嗱，今年嘅購買呢個 RRSP 有啲咩嘅特別咧？係咪嗰個截止日期好似有啲唔同，係2月29號咧？係2月29號嘅定義就係開頭嘅60日，所以今年2月份多咗一日咧，所以29號嘅。係，咁啊購買好似都係以往咁，都好似係即係你舊年收入嘅18%係咪啊？係冇錯。好啦，咁啊好多人睇翻你個 pension 啦。如果你係公司先有預購，咁你要減翻啲咯。係公司有 pension 嘛？係，咁啊有 pension 嘅人需要留意啦。咁啊，但係好多人都有購買開㗎啦。但係如果未買開嘅，大家都我諗我哋重溫一下啦。其實買 RRSP 嘅最大嘅好處係邊度，同埋邊啲人係特別適合買嘅咧？嗱 RRSP 嚟講最好處有 tax deduction， 即係有扣稅。即刻嚟講咧，就會係從你收入裏邊減扣出嚟。第二樣嘢佢嘅年稅。裏邊所有增長啦，直到攞出嚟先有計稅嘅，實在唔使俾咗稅先。所以高收入人士嚟講係要考慮買。同埋咧，如果你考慮一樣嘢，如果退休嘅收入同你依家做緊嘢嘅收入比較咧，係將來會低啲嘅，咁值得買嘅。如果你依家嘅收入唔係咁高咧，咁就要值得商榷啦。係，即係收入高啲嘅就即係特別值得買嘅。咁如果係後生啲嘅，或者頭先你都提到即係就嚟退休嘅，可能有唔同嘅睇法係咪咧？係非常之好。如果後生啲咧，我都鼓勵你買啦。但係如果你係啱出嚟做嘢咧，你未買第一套屋咧，咁通常建議咧，因為舊年先開始呢個 First Home Saving Plan 嘅，先買咗 FHSA 先，因為佢將來攞出嚟係免稅嘅，所以同樣有扣稅嘅功能。如果你驚買屋咧，咁 RRSP 嚟講咧，對專業嘅年輕嘅人士嚟講咧，就值得買。如果差唔多退休嚟嘅，就睇翻你嘅 portfolio 幾大啦，睇翻你嘅稅率啦。如果你係20%、24%咧，就未必需要買。但係如果30%以上嚟講咧，即刻有退稅嚟講咧，可能都值得買。所以係幾樣嘢要合埋一齊嚟。咁啊，如果係夫婦嚟講，即係兩者嗰個收入都有差距嘅話，可能都有少少着數，係咪咧？係 Spouse RRSP 其實係好用嘅，因為佢有3年嘅一個例咧，3年之後攞翻出嚟講咧，係將你收入高呢一個配偶咧，係分攤收入低嘅配偶度嘅。係你可以咁樣用啦。一般嚟講咧，提早少少到年底買。譬如如果你明年買咧，今年11、12買咗，因為佢係計1年嘅，無論係幾時買，都係當年計1年嘅，就變咗收入分擔你配偶啦。所以依家其實仲有用嘅 Spouse RRSP 都係。OK， 咁啊嗱，你知道啦，近呢1-2年咧，即係好多嘅香港嘅新移民啦，或者係回流啊，甚至有啲係即係未入籍嘅嚇 Stream A、Stream B 嘅，其實嗱佢哋係咪都有資格買 RRSP？其實嗰個規矩係點咧？係咪要入咗籍先可以買咧？係唔需要嘅，睇你有冇收入。譬如如果你係譬如前年時嚟咗嘅，係一個 working permit 嘅，做緊嘢嘅有收入嘅，舊年時候 RRSP room 咧就可以買㗎啦。即便你未有 PR 身份咧，都係冇問題嘅。TFSA RRSP 都係計你嘅稅務嘅居民。未有 PR，你係做緊嘢有收入，有 room 就可以買啦。係，咁但係如果係舊年先嚟冇呢一個即係報稅嗰個評估嘅話咧，就要買唔到啦，係咪咧？如果你舊年收入嚟講咧，只能夠2024年先用得到，因為下一年先用得到嘅。係 ，OK。但當然要睇翻你嘅收入高唔高啦。係。如果你前年有收入嘅 RRSP room 嘅，咁舊年都仲係 part time 嘅，未係咁高，咁可能你就留翻佢先，喺你 full time 工嗰陣時收入高嗰陣時買咧，因為佢從上邊最高稅率嚟邊扣落嚟嘅。咁另一個因素咧就係話，會唔會大家都講咗好耐咧，就係話究竟係買 RRSP 啊，定係買 TFSA？你會有啲咩嘅建議？特別喺而家呢個高息又亦都係市場唔係咁穩定嘅時候，其實係有啲乜嘢嘅選擇？係咪兩者都應該買，定係話先考慮買咗呢一個嘅 RRSP 先咧？嗱，呢樣嘢好小心啦，有2個因素去考慮。第一樣嘢咧，依家呢個息口高啊，所以好多嘅家庭嚟計咧，供 mortgage咧都供到比較緊手啲嘅。係。如果你 cash flow 嘅考慮嚟計咧，你可能就放喺 TFS 裏邊係隨時攞得出嚟，唔需要計稅。當然你收入好高，可能4-5%咧，可能就先買 RRSP，將個稅率去減到係大概係86000咁上下啦。去到30%以下咧，咁你其他啲就唔好再買多啦，就放喺 TFS 度。所以總係一個平衡，係每一個家庭、每一個人嘅稅率唔同咧，考慮方法唔同。現金流嘅情形、稅率嘅情形，兩樣嘢合埋一齊咧，就知道分配嘅年分配。係，不過喺投資嚟講，
而家咁高息咧，好多人話：喂，咁啊買即係 GIC 可能都幾好啊，幾穩陣㗎，係咪咧？GIC 而家做短期嚟講係好嘅，依家其實4.5%、5.1%咧，你要知道翻咧，如果做長期嚟計咧，譬如今年一路講緊降息啦，可能會降3到5次息啦，咁明年之後個機會成本咧，你可能就去唔到4-5%嘅喎。同一時間嚟講，譬如過往1年裏邊個 market 噏咗唔少，所以短時間咧 GIC 穩陣係冇問題，但長時間嚟計咧，如果你扣完稅之後咧，又減埋通貨膨脹咧，大部分你係追唔上嘅。所以短時間 GIC 冇問題，但長時間嚟講咧，都係一個合適嘅投資組合嚟講，先真係可以追得上通貨膨脹同埋有增長。係，除非你真係完全承受唔到風險啦，咁可能都可以考慮嘅。咁啊，我哋以往都有時都鼓勵下，甚至我哋去借錢去買 RSP 咧，其實都抵嘅，即係向銀行借錢。咁而家咁高息嚟講，呢一樣嘢仲係咪仲着數咧？嗱，睇翻個退稅率係幾多啦？譬如4% 嘅，你買1萬蚊借1萬蚊嘅，我算你係7% 好啦。咁你淨係即係唔係咁多，但係退翻4% 俾你嘛。但係如果你退稅得20% 嘅，咁可能就未必好划算啦。係。同埋如果放喺 GIC，而家放喺比較高增長度咧，咁呢一個嘅成本咧就唔係咁高。但係如果好穩陣嘅 GIC，咁其實你個息口亦都比唔上嘅，所以睇翻你嘅稅率啦。係。睇翻你嘅後嘅 portfolio 嚟計咧，係咪比較增長比較高啲咧？係。幾個因素考慮，同埋當然現金流亦都有啲考慮咧。OK， 時間關係啦，今日同你傾呢度啊，唔該晒 David 俾我哋咁多嘅 tips，唔該晒你，有機會再請教你。OK，多謝 Kenny。好，拜拜。OK，拜拜。剛才咧係同註冊理財策劃師戴曉聰咧俾一啲嘅我哋購買 RSP 嘅 tips 我哋嘅。咁記住啦，下星期4、2月29號咧就係購買舊年 RSP 嘅最後限期，大家咧都要把握時間啦。亦都提一提大家，剛才嘅咧係只係供大家參考嘅意見嘅啫。觀眾咧應該根據自己嘅情況以及諮詢理財顧問咧去制定適合自己嘅投資組合㗎。我哋而家先休息一陣啦，稍後仲有其他環節，轉頭見。